欢迎来到星光说故事。小朋友、大朋友，请坐到一个舒服的地方，或闭上眼睛。我们要开始说故事咯。今天要说的故事是，哇，水竟然这么厉害！从前，在一个美丽的大城堡里，住着一位可爱又有点固执的小王子，大家叫他小乐王子。小乐王子有一个特别的习惯，他超级爱喝甜甜的饮料，像柳橙汁、汽水、草莓牛奶，天天换口味。他从来都不喝白开水，不管是吃饭还是玩耍，他手上都拿着一杯五颜六色的饮料。妈妈常常说，小乐，该喝水咯，水才是身体最需要的哦。但小乐总是摇头说，水没有味道，不好喝，我才不要喝。有一天早上，小乐打了个哈欠，正准备喝一杯冰冰的苹果汁，突然他觉得牙齿怪怪的，好像有点酸酸的，还有点痛痛的。他跑去照镜子，哇！他大叫起来，牙齿上竟然出现一个小黑点。他赶紧去找牙医，牙医检查后说，你这颗牙齿蛀掉了哦，是糖太多，又不喝水，吃完东西也没有漱口，细菌就躲在牙缝里开派对啦。小乐听完吓了一跳，原来光刷牙还不够吗？牙医点点头，吃完东西后用水漱口，可以把食物碎屑冲走，这样细菌比较不会粘在牙齿上哦。还有，饮料里的糖分会让细菌长得更快，记得要多喝水，把嘴巴冲一冲，才不会再长黑点哦。没过几天，小乐突然觉得肚子胀胀的，好像塞了什么东西出不来。他跑去上厕所，做了好久，结果什么也没有出来。便便出不来了啦！小乐抱着肚子快哭出来了。爸爸听见了，说，这是因为你水喝太少，身体里太干了，便便变得又硬又干，当然不好出来啊。小乐睁大眼睛，原来水是让便便滑滑的帮手吗？爸爸笑着说，没错，水就像便便的滑梯，没有水，便便就卡住啦。过了几天，小乐发现自己越来越容易累，跑一下就喘，玩一下就不想动了。上课时，他还常常打哈欠，脑袋昏昏的，听老师讲话像在听外星人说话。怎么会这样？他问妈妈。妈妈轻轻摸摸他的头说，因为你身体里的水不够啦。
水像车子的油，如果没有油，车子就跑不动。你的小脑袋也是一样哦，水不够就会变慢，没力气。小乐听完有点难过，我以为饮料也可以补水耶。妈妈摇摇头，饮料里的糖太多，有时反而会让身体更口渴。只有水才能真正帮助你补充水分哦。那天晚上，小乐做了一个梦，梦里他来到自己的身体里面，看到好多小小的清洁队员在努力打扫，有人拿扫把，有人拿水桶，气喘吁吁地喊着快点快点，把糖冲走，不要让细菌住下来。可是水桶里一滴水都没有。清洁队长看见小乐，大喊：王子啊，你都不喝水，我们没水用，怎么帮你把脏东西丢出去呢？你的身体越来越脏，我们快撑不住了。小乐吓醒了，一摸额头都是汗。天啊，太可怕了！原来我不喝水，他们会这么辛苦。从那天开始，小乐王子做了一个大决定。他要开始认真喝水了。他选了一个自己最喜欢的蓝色水壶，贴上皮卡丘贴纸。每天早上起床，他会先喝一杯水，让我开始一整天的超能力。吃完饭，他会乖乖漱口，冲走坏细菌，不让牙齿再痛咯。运动前、流汗后，他会记得补水。我才不想变没力王子呢。他发现，如果把水冰过，或加一点水果片，水就变得好好喝。而且他发现喝水后，上厕所变顺了，不会痛。上课更有精神，脑袋不打瞌睡。玩球变厉害了，跑得快，跳得高。牙齿不再蛀牙，医生也夸他好棒棒耶。几个月后，小乐王子变得又健康又开心。大家都说他变得不一样了，以前是个饮料王子，现在是水能量王子咯。从那天起，整个城堡里所有的人都跟着小乐一起喝水，连厨房阿姨都把甜甜的饮料减少了。大家都变得更健康，笑得更开心了。亲爱的小朋友，你是不是也跟小乐王子一样，觉得水没味道，不想喝呢？可是你知道吗？不喝水，喝太多饮料，可能会让牙齿蛀掉，或痛痛的，让便便变得好硬，肚子痛痛，让你没有力气，想睡觉，让身体里的清洁队没水可用，就不能好好的帮你把身体里的脏东西代谢清除掉。但是如果你愿意多喝水，你会发现身体干净又轻松。
肠胃顺顺没烦恼，脑袋变得聪明更清楚，牙齿更健康，不会痛痛。那什么时候该喝水呢？你可以记得这些小时机：起床后1杯，吃饭前1杯，吃完东西后记得用水漱漱口，运动后补水，流汗的时候也别忘记哦。喝水其实很简单，只要你愿意给它一点机会，它就会变成你最棒的身体好朋友哦。你也来当个超级水队长吧！水水队出发咯！希望你们也喜欢今天的故事哦。那我们下一集再见咯，拜拜。